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恩先平安。真欢喜吼！等下我要来坐飞机啊吼，可以当伫泰国，通大家做伙来见面吼，空中见面啊嘛真欢喜吼！即届转来有着一寡观众朋友有咧看，伊讲虽然我拢无写，但是我有咧看吼，大家的朋友多谢吼，甲恁算讲迄个平安安尼。咱今仔日要来爬山对无老师？迄个其实吼，台湾足侪山吼，像阮斯洛伐克共款吼。今仔日要来爬即个山，真特别咯，真长。今仔日要来行一条叫做古道啦，浸水行古道，对西边行一排东边。为西边行东边，有人安尼行过无？即阵应该足少人安尼行吼。而且迄阵个路无遐尼好吼，伊个少年诶，听讲敢若37岁尔哦，最后是伫台南过身诶安尼吼，一个宣教师吼，为虾米伊遮尔拍拼吼，搁行遮尔远，搁愿意留伫台湾，而且吼，咱今仔要来讲诶，即个做即个啥物？即个树仔对无？老师讲即个，即个树仔叫做即个就是咧买竹后米迄个毛旗啦，毛旗拢米伫迄个叶仔尾啊。就是即种物件，听讲这本来啥物，等下就知影吼。本来一条长长，那像伊个头安尼，一条长长细眼头啊。伊若食足侪货，规食着拢圆圆啊。食伤侪货时吼，你用迄个盐甲放落去，伊着要想要倒走，毋过伊走袂行，袂振动，一定爱甲货吐出来，伊才会当走。所以已经吐一寡货出来，安尼伊着小可会振动啊。对，观众朋友知影这叫做啥物无吼？等下咱搁会较毛记老师讲答嘛。等下咱搁会较详细来讲即个为虾米会讲着即个毛记吼？来个后壁咱今仔要介绍台语吼，会当较简单诶讲法咯，叫做啥物缩写对无？像迄英文做者缩写安尼吼，安尼所以爱看到最后哦。咱今仔日要来介绍诶即个吼，咱想较少听着。牧师，嘛是英国人。英国人共款，拢英国，咱即摆介绍遮拢英国来，对1889年来台湾。1894年伫台南过身，毋过咱知影伊即个人吼，伫台湾那像介少人知影伊啦，因为伊诶工作都是专门去找找需要伊帮衬诶所在，所以伊做过代志吼，像咱较早有讲一个议论，巴吉咧牧师互人破屎诶事件，迄阵伊就是拄好伫内部遐叫做道群英教会啊吼，伊知影迄个所在需要人，后来伫中华，中华第一个伫遐开医生馆诶，迄个宣教士，因为破病，伊就去中华甲伊看，搁台东有发生一寡问题，伊拢总有4届过去台东，过去台东吼，当然有第一届伊是坐船啊去。就是用坐船去，后来伊就拢用行路诶，行路伊就搬过中央山脉，对台南搬过到台东，甚至花莲。是，就是即条路，就是即条路。即条路要行吼，即阵爱48公里嘛吼。40几公里啊！你行迄个山路诶部分，即阵是剩15.4公里，所以我有哪去甲行一届，因为要体验较早宣教师安怎行过一条路，我有哪去甲行一届啊？拢总我都行6点钟行过，毋过行到有会当坐车诶所在，还阁1点钟，所以总数爱7点钟啦。但是毋是讲像迄个对平地行，我是入去到山顶甲行吼。即摆驶车会当驶迄个大汉吼，大汉林道到顶悬，是行一块啊尔吼，行迄个直直的路线。老师头食步的嗲，先甲伊驶到山骹，来
来什么爬山，开始行到即边，了后佫坐车啦安尼啊吼。但是嘛是足厉害的，我可能无法度行。这大家知影台湾的中央山脉吼，足悬的，厉害。所以为迄个这台东叫做什么保生个吼，咱知影行到台东吼，9月24对台南开始行，行到台东就一定10月初6、8日吼，一定8日到。对台东佮向北一直行到花莲，就是观音山，因为迄阵伊目的就是要观音山，观音山遐会友，因为拄着真济困难。迄阵清朝的官员因为较早有发生一个牡丹事件，日本人有来拍台湾嘛，有发生一寡问题所以清朝的政府就派兵用迄条浸水营古道即摆咱咧行即条，伫遐甲伊设迄个有派30个兵，即摆伊伫遐就强迫遐新亚所的会友。讲因拢爱信中国的宗教，中国的宗教可能是较早人讲的妈祖婆，还是讲讲是海神山神遐，所以因的会友就拢互官员拍，为着要去甲伊安慰，所以牧师就对西边行过东边，去甲因发到遮个代志。是。行的时阵咱即摆看即条叫做即摆叫做大汉林道啦。即条林道本地是有爱用行的，毋过即摆会当开车入去，开车入去到迄个登山口，就是讲我要讲迄条浸水营的入山迄条口面遐，遐车就袂当行。敢若会当用2支骹行，无其他方法所以你对遐开始行，有真侪人咧行，然后爬山的人拢爬山的团体有真侪人咧行。对遮行过到大埔，即段路就是山路，即段山路公里，一般拢是6点钟行过爱行6点钟才会过得着，有15.4公里。是。来上悬的，佮轻轨。上悬的所在是1426，阮的车是驶到1426开始向下骹行，是安尼来行6点钟你若对台南，还是讲对高雄港，对海边算零公尺的所在开始行，你是毋是爱先爬1425公尺的悬？是，我是先调即个部分，甲行过，因是穿起来，佮用行，佮降落，要倒转来共款，佮穿几公尺，佮降，所以这是真忝就是讲，即阵的人若要行即款的路，若毋是专门咧爬山的，我想无可能啦，咱做袂到。对啊，迄个。即个牧师伊行1个月呢，为即个火城开始。观音山就是就是迄个石河山附近遐啦。石河山是敢若行1摆，伊行4摆哦。伊去遐有4摆嘅。牧师伊个当有4摆。是，为着要去看遐个人所以伊有一句话。对吧？咱那个想到圣经内面有一句话。圣经伊一定会当讲伊拢无浪费时间啦。什么所在有困难，伊就去啊；什么所在有困难，伊就走去。伊像圣经会当来看一个人的做法伫传道书的9章第13讲，既然你的手所应该做的事，即段圣经讲所应该做的事是啥物？毋是讲干那讲道理用听，毋是安尼是应该做的。若讲有一个人破病，伊需要人去安慰，是毋是你应该做？还是讲有一个所在需要人帮忙，讲遮涂骹无垃圾，爱甲扫清气，是毋是有你爱应该做？
所以你若你的手所应该做的事，就尽力去做，伊就是安尼一个牧师因为伫你所要去的阴间，因为咱逐个人拢爱去阴间啊，伫遐就无做工，无计益，无财物，也无智慧。伫遐你袂当计益，人话讲计划啦，台湾话叫做计益啦。计益。财物就知识嘛，知识叫做知识，有人讲知识，而且就讲财物，同款意思无伫阴间来讲，人若过身以后，你一项代志拢袂当做，所以趁着抑个活的时阵，较紧做每一项代志。伊就是安尼足紧来做逐项代志，1分钟就把掉咧。是。这是圣经的。叫咱真拍拼，对，就是讲世间的日子。咱顶礼拜有讲着讲新年有啥物愿望对吧？新的啥物？新年要尽量去做，就你应该你的手应该做的事，你就尽力去做，因为你去做的是，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表现的所在。你干那团队你拢毋做工，安尼是效果较无好。是，昨阮去听迄个礼拜迄个牧师一个牧师伊讲的偷客上帝时间对无？咱做侪时间拢讲我无闲做这无闲做迄迄是偷客上帝时间。所以即个巴克勒牧师伊嘛做思念伊熟悉即个牧师呢甘威廉甲巴克勒两个牧师，正个牧师拢比伊较早来台湾。伊感觉讲咧少年大牧师的时阵，伊有写一篇文章，其中一段我甲摕出来，因为真水就是讲即个文章是写伫台湾府城教会报顶悬，咱来读一句就好，因为伊个文章写了真水。伊讲论到土牧师的过往，我有时家己在坐，想着伊个好交陪，袂禁得几若摆流目屎，是伊个疼，我常常感动我的心肝。有时搁摕伊寄互我的批来看，就搁较伤心。咱知影巴克勒牧师伊若对伊的过往，即个少年牧师的过往，感觉真正伤心。因为伊拢安慰人、帮助人，伊互人真济，伊做的代志互人真济感动。对，咱来看伊的即个。即个人家写，即个还是伊家己写的伊的一生的座右铭，对无？我心为基督，死就有益处，有好处安尼。是，所以是一个足厉害的人，应该是一生拢无浪费时间拄则有一个朋友咱的梅秋明辉伫边有人明辉问讲，这什么水蛭跟三字水蛭啦，叫做麻黄，台湾话叫做毛鸡啦。你若行过，像讲我行过这条路，就会去互夹着。真侪人行过拢去互夹着。较早的牧师行过这条路，敢有法度避免这款甲伊夹着？一定是会嘛。因为这个所在有时叫做浸水啊，因为这个所在拄好是东边东北风，西边的风伫中央线尾啊，伫遐交接，交接的是水汽的作动，不时拢安尼蒙雾啦，迄水迄涂骹拢湿湿，草啊拢大甲足水，因为湿湿的缘故，所以毛鸡特别济。伊拢秘伫迄个清凉草的树叶的尾啊，你的裤骹若伊若割着迄个树尾，伊就会扫过来，扫过来伊就撞过你的
梅啊，即只是伫我，听讲是爱你伫我的散呢，散散。哦，即只是老师诶，对，老师登去处理呢哦，这我饲嘿，的哦。嘿，老师饲你诶哦，啊，即看我的阵脚又一空细空细嘿，空，说伫啊遮老伊师诶骹，伊即嘿，摆落落，因为即摆甲用落落用盐落去，伊就会家己落落啦。伊啊，落伊就落以后，揪起来，伊就要吐血，倒走，要倒走，伊若食一饱绝对袂走啦。因为伊是软体动走无，物嘛，伊靠家己嗯，诶身体安尼揪咧存长，揪咧存长。啊，伊若食到哦，一箍圆，就袂揪啊，袂揪就袂叮当，所以伊爱甲血吐出来。啊，伊即摆吐一寡血出来以后吼，伊头前就较瘦，较瘦伊就会走啊。嗯，所以若要活命诶人，袂使食伤肥，是安尼诶意思。诶，啊，但是伊有问讲迄个水什物毛奇，所以是含即个有三字哦，但是这无共吗？有水含毛酸诶嘛，其实拢共款诶啊。拢共款就是吼。即款有人讲水蛭，有人讲麻黄，啊有人讲哦，啊台湾话就讲毛蜞啊。好，啊嘛有迄个梅秋讲因拢去互加过吼，表示这有你爬山诶厉害。好，所以咱今仔日台语教授要来讲吼，台语有足济简单诶，简化就是简单嘿，诶读过来。咱定定伫听讲，我害我红咩？你讲，哦，你看我即摆咧甲你互讲讲害人骂，我红咩？嗯，互互我红人骂，咩？就讲互人你叫骂，我做即个代志，我去做，害我互人骂，互人骂，咱普通拢讲红骂，好无？红咩？这是简是，化。互人骂嗯，叫做红骂简化。红咩？啊，讲是，我干若食一喙若定，我干若食定，一喙尔。哦，啊，对，若定诶简化诶读过来就讲尔，我干若一名，点仔尔，我干若食一喙尔，嗯我干若有一支笔尔，若定诶意思吼。啊，落去嗯，下落去吼，落去，哦，讲落，落去，你落去，你嗯，落，就是安哦，尼讲。你落，你落，你落去，后来伫倒嗯，位，你要去倒位，讲倒你要去位，倒，你要去倒，倒就是倒位倒，诶简化。嗯你要去倒，你要去泰国咯，还是你要去斯是洛伐克，还是你要去是倒位，要去倒位，倒位就是是，倒，你要去倒，嗯，我要去菜市啊，互我，好你诶物件互我去花，花，花，哦，这是讲较紧，就变做讲花较紧就花。花，伊本来是讲互我，你诶原子笔互我，讲你诶原子笔花，你诶笔花，安尼就是讲早昏暗，讲昨暗，昨暗，来下昏暗，今仔日诶下暗甲下昏暗，下昏暗诶感觉叫做阴暗，阴暗，是，阴暗咱来看直报，阴暗咱要讲直报，我们讲罗木苏。是，所以呃，咱其实拢是讲后壁这啦吼，足少嗯，人讲头前啊，袂记哩啊，还佫有一有啦，你若要写文章吼，拢是爱写头前诶。嗯，是，所以就是当然，让佫足济啦，简化诶读法抑佫有足济，你若拢要甲列出对来，观众朋友，足济，对，有人知影佫有啥物简单讲法诶，会当写来吼，大家互相学习安尼，好，安尼咱今仔日真欢喜吼，就是讲着一个敢若37岁尔哦，但是伊十几冬拢伫台湾呢，吼，13冬拢伫台湾吼，13当半啦， 13冬半拢伫台湾，是啥物诶？即款诶，即个书名力量吼，会当互伊伫一个国家，无管家己诶生死吼，来行遐尼济路，愿意去迄个关心足少诶人。像我即阵咧学迄什物斯洛伐克语对吧？来，人就讲哦，这全世界可能无500人咧讲，无500万人讲诶，足少人讲诶，学迄要创啥吼？
但是我想讲，迄阵诶台湾人敢有500万人？应该无对无吼？迄阵诶原地住伫台湾，可能嘛无遐尼济。为着少数人，有哪是爱做啦，是，哪是爱做台湾语出来。是，就是讲，遮个人真正足厉害。为咱讲到荷兰，一直到英国，足济国家诶人，伊一直派人来即个所在吼。所以咱个土地是足受上帝祝福诶。观众朋友，恁即阵伫什物所在？恁诶国家伊嘛是上帝祝福诶哦。你爱为国家来祈祷吼，你无论伫什物所在吼，相信拢有足精彩诶故事发生。即几个礼拜诶，真欢喜吼，会当为欧洲来到台湾，来泰国。今仔日要搁转来欧洲吼，咱后礼拜伫欧洲空中再会。共款吼，礼拜一的 AM 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欧洲1点10分下晡。咱即个节目是泰国诶科莫基金会同台湾诶台南新教会林老师做伙主持诶嘛，做欢喜吼，咱观众朋友会当继续来甲咱支持吼，会当写你诶故事落来，互阮知影哦。多谢你吼，规家伙仔拢足欢喜诶吼，会当转来见朋友啊吼，所以咱。后礼拜一再会，多谢老师，平安，新年恭喜！恭喜！